但係係而家其實大家聽開嘅 podcast 好少可話係真係好知識性、資訊性，因為好似即係游學修話齋啦，就係而家 YouTube 係賣緊個陪伴啊嘛，係嘅，而唔係純粹再係好似以前咁樣話拍到好天花龍鳳啊、好勁啊，咁所以你會見到有部分嘅 YouTuber 開始做 podcast，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可以一路講嘅話，可能講緊係半個鐘、一個鐘咁嘅一段好長時間嘅陪伴，即係好似係電台咁嘅形式，而就算唔見樣係冇問題嘅。我自己嘅睇法係有兩個層面嘅。第一個層面就係聽眾開嗰一刻佢抱住咩心態。OK， 第一個心態可能就係頭先講啦，我純粹開咗，跟住我有另外嘢做緊嘅，係一個陪伴形式。我聽唔到，我 miss 咗啲內容呢，冇所謂嘅，係啦，即係等於可能朝頭早聽心理，係啦，咁就我 miss 咗呢 part，算啦，冇所謂啦，都係每日都會聽住陪伴住啦。